旗舉起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嘛，中間有美麗第一啊，外邊嘅氣勢咧，最出咧就係嘉應高升啊，走咗上去噶啦。跟住個第4位係好有心得啊，內欄第5有舉步生風啦，第6位紫色衫係驕陽明區啊，後邊嗰4匹馬金鑽貴人啦，內欄尾3、6、3係精算暴雪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開心寶寶咧，暫時殿後，幸運有利嚟噶。咁啊，轉緊香港體育圈彎啦，放頭嘅馬係美麗第一啊，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2啦，氣勢第3位內欄。第4舉步生風，第5位仲係好有心得啊！中間第6係驕陽明區啊，埋邊6、3大約尾4到啦，有精算暴雪，後邊3匹馬金鑽貴人、開心寶寶暫時殿後，係幸運有利嚟㗎。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已經係嘉應高升，逼咗2下已經彈咗隻正腳出嚟㗎啦。後邊嘅馬舉步生風，中間上緊嚟，中間有氣勢，後多層嘅馬出邊金鑽貴人追咗啲，馬林入邊仲有精算暴雪，大外檔係幸運有利，最後100米到啦。嘉應高升以一個相當超卓嘅姿態，神操咁翻嚟贏馬，跑第2名嘅馬舉步生風。